劉嘉玲同梁朝偉呢對喺娛樂圈閃閃生輝嘅夫妻，一舉一動都俾人好留意。之前佢哋手拖手去咗台北出席邱淑貞侄女嘅婚宴，喺嗰場盛大嘅宴席上面，佢哋就好似兩顆閃閃生輝嘅星咁，一下子就吸引咗全場嘅目光，成為大家矚目嘅焦點人物。喺婚宴上面，佢哋同親朋好友傾偈傾得好親切，面上都洋溢住幸福嘅笑容，舉手投足之間都透出巨星嘅風範同優雅嘅氣質。完成咗台北嘅行程之後，夫妻倆就返咗香港，開始返日常嘅生活節奏。時間過得好快，快到12月啦，劉嘉玲嘅生日都快要到咗。2025年對於劉嘉玲嚟講係一個好有特殊意義嘅年份，佢要迎嚟自己60歲嘅生日。喺傳統觀念入面，60歲就係大壽之年，象徵住人生嘅一個重要里程碑。而劉嘉玲一向都係一個熱愛生活、中意慶祝嘅人，以佢咁熱情開朗、中意分享喜悅嘅性格，呢場60大壽嘅慶祝活動肯定會係一場好盛大、好熱鬧嘅盛宴。喺生日正式到嚟之前，劉嘉玲就好早就開始咗一系列大大小小嘅提前慶生活動。隨住11月底嘅悄悄嚟臨，第一場意義非凡嘅慶生會就正式拉開咗帷幕。呢場慶生會嘅參加者陣容真係好豪華，有周文琪、九龍巴士後人雷少光夫妻等一眾好友。劉嘉玲喺娛樂圈同名人圈都好多人脈朋友，遍佈各行各業。其中佢同九龍巴士後人雷少光夫妻感情尤其深厚。雷少光夫妻喺社交圈入面好活躍，佢哋好中意社交，好中意聚會，成日都熱情咁招呼朋友嚟一齊聚下，共享歡樂時光。再加上丁子高、周文琪等人，幾個人自然咁組成咗一個好親密嘅朋友圈。佢哋隔3差5就會聚一聚，或者喺溫馨嘅餐廳入面享受美食，或者喺熱鬧嘅派對上面盡情狂歡。每一次嘅相聚都充滿住歡聲笑語。喺距離劉嘉玲60大壽仲有半個月嘅時候，雷少光夫妻就好有誠意同熱情，率先設宴，精心為劉嘉玲提前慶生。劉嘉玲對呢場晚宴好重視，佢深知呢係朋友對自己嘅一份深厚情誼，所以佢盛裝出席，用最美嘅姿態赴呢場溫馨之約。嗰晚，劉嘉玲身着一條好有民族特色嘅黑色長裙靚爆登場。呢條長裙設計好獨特，鬆領口到胸口嘅位置，巧妙咁融入咗好多民族元素。精緻嘅刺繡圖案就好似喺講住古老而神秘嘅故事。獨特嘅剪裁工藝，完美咁勾勒出佢曼妙嘅身材曲線。佢佩戴嘅金色鏤空手鐲喺燈光下面閃閃生輝，手鐲上面嘅花紋細膩精美，彰顯出獨特嘅藝術品味。嗰對金色嘅大耳環造型好誇張，但又不失優雅。隨住佢嘅動作輕輕搖動，更加增添咗幾分靈動之美。仲有嗰枚金戒指，簡約但又不失大氣，同整體造型相得益彰。呢一身精心搭配嘅裝扮，將劉嘉玲襯得好光彩照人，魅力四射，一出場就成為咗全場嘅焦點。梁朝偉都陪住劉嘉玲身邊一齊出席咗呢場慶生會。近期嚟講，梁朝偉嘅工作安排好似唔算好忙，呢就使得佢喺好多場合都可以同劉嘉玲甜蜜合體。早前喺邱淑貞侄女嘅婚宴上面，梁朝偉就好大方咁現身，完全冇明星架子咁同在場嘅賓客自由合照，盡顯親和力。呢次喺劉嘉玲嘅壽宴上面，佢嘅出現自然都係情理之中嘅事。畢竟老婆生日，老公出席係天經地義嘅事，何況佢同雷少光夫妻都至咗好多年嘅好友，喺呢個輕鬆愉快嘅場合，佢顯得好自在，完全冇拘謹嘅感覺。同劉嘉玲嘅盛裝打扮唔同，梁朝偉嗰晚嘅穿着依然延續咗佢一向嘅休閒風格。佢身着一件簡單嘅白色休閒襯衫，
領口微微敞開，露出線條優美嘅脖頸，顯得好隨性又自然。下身搭配一條深藍色嘅牛仔褲，褲型修身，凸顯出佢修長嘅雙腿。腳上穿住一雙黑色嘅休閒皮鞋，簡約但又不失時尚感。喺現場，佢盡情享受住歡樂嘅氛圍，手中拿住一杯香檳，輕輕咁搖晃住，時不時咁抿上一口，面上洋溢住愜意嘅笑容。佢仲好愉快咁同大家一齊合影留念，同朋友傾偈傾得好親切，展現出佢親切隨和嘅一面。劉嘉玲60大壽嘅呢場提前慶生晚宴，主打嘅就係享受精緻料理同品味美酒。現場真係名酒雲集，主辦方精心準備咗各式各樣嘅佳釀，其中一瓶1997年份嘅公酒格外引人注目。呢瓶公酒唔單止年份特殊，更加承載住獨特嘅紀念意義，就好似喺講住歲月嘅故事。當呢瓶公酒被慢慢啟開，濃郁醇厚嘅酒香一下子就彌漫住成個空氣，令人未飲先醉。除咗呢個，仲有各式各樣嘅香檳、氣泡喺杯入面歡快咁跳動住，發出清脆悅耳嘅聲響，為成個晚宴增添咗歡快愉悅嘅氛圍。大家舉杯痛飲，盡情享受住呢個無醉不歸嘅歡樂時光。當然啦，作為生日宴，儀式感十足嘅物品自然都唔可以少。壽桃包係傳統生日宴上面嘅經典元素，寓意住長壽吉祥。劉嘉玲嘅呢場晚宴自然都少唔咗佢嘅身影。一個個白白胖胖嘅壽桃包，造型好可愛，散發住誘人嘅香氣，令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。除咗壽桃包，現場仲準備咗2個造型獨特嘅蛋糕，其中一個就係為劉嘉玲量身打造嘅主場蛋糕——撈布布蛋糕。撈布布係而家最流行嘅潮流形象，以其可愛俏皮嘅模樣深受大眾喜愛。呢個蛋糕以撈布布為主題，造型精緻可愛，色彩鮮豔。蛋糕上面嘅撈布布好似活生生咁，瞪住大大嘅眼睛，咧住嘴，露出燦爛嘅笑容，好似喺為劉嘉玲送上最真摯嘅生日祝福。蛋糕周圍仲裝飾住各種彩色嘅糖果同巧克力，增添咗幾分童趣同歡樂嘅氛圍。另一個蛋糕就係為同場慶生嘅商人吳志成準備嘅。吳志成對公酒有住濃厚嘅興趣，而且仲擁有自己嘅酒莊，係個不折不扣嘅公酒愛好者。主辦方投其所好，為佢精心打造咗一個公酒造型嘅蛋糕。呢個蛋糕從外觀上面睇，同真實嘅公酒瓶幾乎一模一樣，瓶身線條流暢，標籤上面嘅文字同圖案都清晰可見，細節之處處理得好逼真。當呢個蛋糕被端上桌嘅時候，大家都忍不住發出驚嘆聲，紛紛稱讚主辦方嘅用心同創意。從現場流出嚟嘅合照入面，可以清晰咁感受到眾人之間融洽嘅關係。喺一張大合照入面，劉嘉玲同吳志成坐喺第一排，其他人就站喺後排。雷兆光嘅老婆雷林靜儀仲好親密咁單手摟住吳志成，呢個舉動足以睇出佢哋至咗好耐，彼此之間感情好深厚。大家面上都洋溢住幸福嘅笑容，眼神入面透露出對呢次聚會嘅滿足同喜悅。喺切蛋糕環節，現場氣氛達到咗高潮。劉嘉玲站喺嗰個綻放住煙花嘅撈布布蛋糕前面，眼中閃爍住期待嘅光芒。佢閉上眼睛，雙手合十，虔誠咁許下心願。煙花喺蛋糕上面閃爍綻放，五彩斑斕嘅光芒映照喺佢面上，映照出佢面上幸福嘅笑容。呢一刻，時間好似靜止咗，成個世界都沉浸喺呢個溫馨而浪漫嘅氛圍入面。除咗呢個充滿儀式感嘅許願場景，劉嘉玲仲留下咗好多珍貴嘅照片，其中有一張佢拿住壽桃包嘅自拍，照片入面嘅佢笑容燦爛，眼神入面透露出對生活嘅熱愛同滿足。佢輕輕咁咬咗一口壽桃包，
嘴角仲沾住一啲麵粉，顯得好可愛。仲有一張夫妻合照格外引人注目。喺呢張照片入面，劉嘉玲一隻手拿住壽桃包，另一隻手拿住手機自拍，梁朝偉就出鏡陪住佢身邊。佢手裏拿住一杯香檳，面上帶住淡淡嘅微笑，夫妻倆親密咁貼頭自拍，呢一幕自然又溫馨，好似時間都喺呢一刻靜止咗，令人感受到佢哋之間深厚嘅感情。更加有趣嘅就係呢張溫馨嘅夫妻合照，仲被喺場嘅友人揸拍咗落嚟，成為咗呢場晚宴嘅美好見證。呢場提前慶生會只係劉嘉玲60大壽慶祝活動嘅開場序曲，相信喺接下嚟嘅日子入面，仲會有更多唔同形式、唔同主題嘅慶生活動陸續展開，一直持續到佢60歲生日嗰一日。以劉嘉玲咁熱情開朗、中意熱鬧嘅性格，佢嘅60大壽肯定會係一場好盛大而隆重嘅慶典。到嗰時，佢好可能會包下一個豪華嘅場地，或者係一個風景秀麗嘅海邊別墅，或者係一個充滿藝術氣息嘅私人會所。場地會被精心佈置，到處洋溢住歡樂同喜慶嘅氛圍。五彩斑斕嘅氣球、絢麗奪目嘅彩帶、嬌艷欲滴嘅鮮花，將成個場地裝點得好似夢境一樣。佢會廣邀親朋好友，娛樂圈嘅好多明星大腕，社交圈嘅名流雅士都會齊聚一堂。大家盛裝出席，穿住華麗嘅禮服同帥氣嘅西裝，喺公壇上面留下自己嘅身影。現場仲會有精彩絕倫嘅表演，邀請知名藝人登台獻藝，為壽星送上最真摯嘅祝福。或者會有一場激情4日嘅舞蹈表演，舞者哋身姿輕盈，動作優美，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。或者會有一場感人至深嘅歌唱表演，歌手用深情嘅歌聲講住對劉嘉玲嘅祝福同讚美。除咗精彩嘅表演，仲會有好多充滿創意嘅互動環節，比如設置一個回憶牆，上面貼滿劉嘉玲多年嚟喺唔同階段嘅照片，令大家一齊回顧佢嘅精彩人生。或者舉辦一個小型嘅拍賣會，拍賣一啲同劉嘉玲有關嘅紀念品，所得款項將捐獻俾慈善機構，為公益事業貢獻一份力量。人哋不禁好奇，呢場備受期待嘅60大壽生日會究竟會有幾隆重、幾盛大？但可以肯定嘅就係，呢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生日慶祝活動，更加係劉嘉玲人生入面嘅一個重要里程碑，係佢同親朋好友一齊分享喜悅、傳遞溫暖嘅時刻。佢會成為劉嘉玲人生入面一段難忘嘅回憶，亦會成為娛樂圈同社交圈入面一段廣為流傳嘅佳話。而劉嘉玲同梁朝偉呢對恩愛夫妻，亦都會繼續喺人生嘅道路上面手拖手前行，書寫屬於佢哋嘅精彩篇章，為人哋帶嚟更多嘅溫暖同感動。讓我哋一齊期待劉嘉玲60大壽嗰一日嘅到嚟，一齊見證呢場盛大而歡樂嘅慶典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